你好，我係楊明霞醫師。上集同大家分享過不丹點解會係全世界最快樂嘅國家。喺今集我會繼續帶大家去不丹參觀佢哋最出名而且最宏偉嘅3100米咁高嘅虎穴寺。好，而家咧行到虎穴寺嘅一半路啦，你可以見到咧個山好靚，個山巒都好靚，晴空萬里啊！行到3100米嘅地方啦，繼續行，努力咁樣行。大家可以見到呢度係3100米海拔高嘅地方，呢個虎穴寺。幾經辛苦已經行到啦。以前咧，爺爺有同我講咧，越高嘅地方咧就有啲杜鵑花，嗰啲杜鵑花咧係越高越靚，越高越密嘅，因為佢哋係可以抵禦最艱難嘅環境。咁其實人生都係咁樣嘅，越係抵禦到最艱難嘅時刻咧，就越有美麗嘅人生。終於嚟到海拔3000幾米嘅虎穴寺啦，行得好辛苦。咁因為咧，我第一日咧就唔小心已經係整到隻腳啦。好彩呢3日咧，我有帶針灸針，令自己針灸。咁所以咧，慢慢好返，慢慢行咧都行到呢度。所以咧，人生就係咁樣啦，有志者事竟成。嚟到虎穴寺呢個地方啦，係要首先咧行到最高，跟住而家咧要再落到最低，再上返去。我而家繼續要行啦。呢個海拔3000幾米嘅地方，大家雖然行得好辛苦，但係見到目的地咧都好開心。天朗氣清啊！同大家一樣呢，我一般如果旅行完之後，咁通常呢我就會敷個舒緩保濕嘅 mask， 係我自己研發嘅。呢個 mask 係以有機嘅舒緩敏感嘅草本，再加上呢一啲保濕嘅草本嚟到研製嘅有機草本舒緩保濕面膜嚟嘅。咁平時呢，我通常係旅行完之後嗰一日呢，我就會敷一敷，去幫助我改善皮膚乾燥嘅問題。因為呢個 mask 佢本身咧係用蠶絲嚟到做嘅，咁所以咧係非常之貼面。好啦，15分鐘之後咧，咁我就會除一除個 mask 咁咧就覺得自己 refresh 好多。咁大家不妨試一試啦。一眨眼咧就嚟到最後一日嘅不丹啦。咁喺呢度咧好開心，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，咁亦都係挑戰咗我自己極限啦。咁一下子咧就行上去海拔3100幾米嘅地方。咁其實行上去咧都已經辛苦啦，行落去仲辛苦啊！呢啲真係叫做上山容易落山難啦。咁但係咧，雖然好辛苦，成個過程咧大概係8個鐘頭嘅行山路程，但係好開心，因為沿途嘅景色非常之靚。因為我第一日就扭傷腳啦，咁行上山咧其實比較難嘅。咁我仲要帶埋個6歲嘅仔仔，咁但係當地嘅導遊咧阿桑林非常之好，咁佢全程咧幫我照顧佢之餘咧，有時有啲難行嘅路咧，佢孭佢上去，有1/6段路啦，咁都係佢幫我即係照顧我小朋友孭佢上去嘅，咁好多謝佢。咁今日咧係最尾一日啦，咁我而家沖緊個預防感冒茶，因為咧聽講咧呢段時間咧飛機上面都好多流感嘅情況啦，咁先飲一啖咧嚟到預防感冒。咁祝大家咧有健康、平安、幸福、快樂嘅每一天。喺不丹嘅生活令我深深感受到快樂唔係嚟自於物質，而
而係嚟自於精神世界嘅滿足同埋內心嘅平靜。喺呢度衷心祝大家身心愉快，揾到自己內心嘅平靜。